哇！盈利好平啊！南非花膠桶特價125蚊一磅，4年新會陳皮100蚊5磅，韓國遼刺參78蚊一磅，西藏冬蟲草1299一兩，送石盒1磅，發菜買1兩送1兩，美國蝦米29.9兩磅，北韓高麗參799一斤，送金蠔1磅。盈利保證平過團購同超市，地址3850 Shepherd Avenue East，即 Shepherd 夾 Kennedy Agent Club Mall 近 Walmart 商場內出口處 Unit 420，電話647-261-2823。結親講究門當戶對，3個月之內，在下一定幫到明姑娘揾到更適合嘅人。你想喺呢度住3個月啊？只要可以將你大姐嫁出去，點樣都得。我娘親最近叫我去商談啊，你話我去唔去好啊？你已經同咗我一齊啊，你仲去見其他男人？你咁樣應該咩？但係我要點樣同娘親講好喎？不如你講。你娘親都係你去講啦。蘭歸喜事，星期1至5晚上9點，新時代電視1台，每週專題報導多段香港以至國際嘅矚目新聞，聚焦港人最關心嘅民生話題，並邀請各界人士、學者、專家一齊深入探討個中嘅來龍去脈。投訴醫生專業失當，醫委會隔咗15年先至開庭審理，惹來質疑，究竟係人為錯誤定係機制有問題呢？醫委會改革過，但處理投訴嘅效率仍未達標，應該點樣再改善程序？新聞透視，星期1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譚輝志重臨加拿大，到底我哋呢邊歌迷嘅熱情可唔可以打動到佢咧？選美唔會諗到我啊，通常，所以就好多謝你哋。係啦，唱歌、拍劇、代言咁多範數，會唔會令佢變成社交高手咧？多咗好多 friend 入咗行之後。留意20號星期六晚9點25分，家中有聲。當你以為你一定贏嘅時候，你已經踏入非理性賭博嘅第一步，自制、自省、自控，成為一位真正嘅贏家。新時代電視提醒你，理性賭博適可而止。